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嚟到咗金灣啦，而家我帶你睇嘅呢個樓盤咧叫做華發寶利天和，而家我哋一齊入去參觀一下啦。呢度就係我哋嘅入戶大堂啦，呢邊咧係要啲卡同人面識別進入嘅。我哋成個項目佔地面積約8.75萬平方，咁綠化率咧係35%嘅，一共係有11棟嘅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而家咧喺天和嘅第4期，咁呢一套戶型咧係105平嘅4房2廳2衛，我而家帶你哋一齊去參觀一下啦。2梯4戶嘅設計，呢個戶型咧係位於10棟嘅，最快喺25年嘅6月30號精裝交付，咁一棟同10棟咧都係同時交付嘅。呢個廚房設計真係好實用啊！平時煮飯嘅時候呢，可以將個推拉門關起身，打開嘅效果係咪感覺好闊落呢？喺戶型圖上面見到橙色嘅部分呢係我哋嘅飄窗，係全贈送嘅。咁藍色嘅部分呢就係我哋嘅陽台，同埋右手邊呢個原本係房間嘅區域呢係計一半面積嘅。呢個廳係咪好大呢？實質上交付嘅時候呢，佢呢度係一間房間嚟嘅。咁如果係唔需要4房嘅呢，係可以拆咗埲牆，咁你就有大廳啦。咁呢邊呢係一個推拉門，外面係陽台。咁中意封窗嘅朋友呢，係可以參考呢一個封窗嘅設計嘅。不過個人建議呢，就唔好封咁樣嘅，因為呢，如果唔係嘅話，打颱風都係比較危險嘅。咁呢，就建議係中間或者係橫住兩邊呢，可以整個窗去透風嘅，咁樣會更加實用。呢個景觀睇起身係咪好開闊呢？佢前面係唔會再起樓噶啦。咁前面嘅方向呢，就係我哋珠海機場嘅方向啦。咁我哋呢個項目佢自身呢都係配建咗約6萬平方嘅商業配套，分別有海悅里廣場、和風廣場同埋鄰里中心嘅。再睇翻距離我哋項目半徑約3.5公里，航空新城都有邊啲配套啦。咁喺行政配套方面呢，就係有華發商務中心、市民藝術中心、產業服務中心、公共文化中心同埋青少年婦女兒童活動中心嘅。商業方面呢，有約349萬平方嘅航空新城配套，咁周邊有華發商都、紅星美凱龍、霧林5星級同埋萬豪5星級酒店等等嘅。教育方面嘅話呢，有金湖學校都叫紫荊中學，就喺我哋寶利天和3期樓下。咁喺休閒娛樂方面呢，就有金湖濕地公園、金山公園同埋約16公里海岸線，咁仲有中心湖公園嘅。航空新城仲有好多配套㗎，我平時最中意呢就係去佢哋嘅金灣圖書館啦。呢個圖書館呢係成個珠海最大最靚書最齊全嘅一間啦。呢個就係航空新城嘅遠景啦，對面就係我哋項目嘅區域啦。呢張圖呢，你可以見到我哋嘅項目呢都係環繞住高爾夫球場嘅，同時你可以見到我啱先分享嘅配套地理位置。呢條就係紅鶴大橋啦，連接港珠澳大橋同埋珠海機場快線。呢度就係天和嘅幼兒園啦，已經開學噶啦。如果你對以上項目感興趣嘅話呢，歡迎私信我發資料包俾你。